物價上漲，樓價飆升，租金亦都隨之飛漲，從而引發多項民生問題。青州坊會近日接到多宗求助個案，其中包括租戶被逼遷、長者被子女遺棄等，情況令人關注。劉正報導。貴叔今年87歲，而家每個月淨係靠政府2000蚊嘅救濟金維持生活。貴叔向坊會求助，指佢嘅養女擅自將佢10幾年前買落嘅房屋轉名出售，養女冇將轉售所得到嘅金錢分俾貴叔，每個月淨係出500蚊嘅生活費，要佢自己喺出面租屋住。佢話呢，你兩個唔走，我哋呢受咗賣屋嗰個人，即係嗰個買屋嘅受咗嗰個買屋嘅受咗6萬蚊。如果你兩個唔走，我呢就要賠12萬。如果你係唔搬呢，你兩個死喺度我都唔係。貴叔話：而家佢租住嘅房屋3月份就到期，唔知道以後可以點算。曹先生已經過咗知命之年，而家失業，一家4口靠妻子月薪5000幾蚊維持生活。05年開始租住黑沙環一個1房1廳嘅單位，但係租金由最初嘅1700蚊，陸續加到而家嘅2800蚊。曹先生話：佢每個月都準時交租，唔明白業主點解要咁做。我甚至我打算，如果佢再逼得緊嘅，我坊會又幫唔到我揾木屋嘅，我乾脆我喺呢度住，喺度搭帳篷住。青州坊會理事長楊達威表示，佢哋收到嘅類似個案求助數字，由舊年嘅10月份開始迅速上升。佢呼籲社會正視呢一啲問題，政府除咗加快公共房屋嘅審批之外，仲應該適時制定長期嘅住屋規劃。點解唔學下國內一啲嘅措施啦？就國內開始有啲措施咧，包括仲有限價樓啦，咁仲有啲本地人買樓係咪可以優惠啲咧？反而外來人即係外地人，因為而家好多係外地資金啊嘛，咁外地人個資金嗰個咪抽重啲稅咧，咁佢哋都會有提議。我覺得咧就係政府應該喺呢個長期嗰個嘅話咧，應該持開放嘅態度，聽多啲意見，然後咧作出啲適當嘅去壓抑你嘅樓價。而坊會老人權益關注組亦都質疑，公共房屋審批政策並唔能夠真正咁幫助長者。好多仔女利用父母嘅名喺評分當中加分之後，就將佢哋置諸腦後。佢哋呼籲當局應該對上咗樓嘅家